巡迴嘅演唱會咧，第一場你自己俾自己幾多分啊？第一場6、7分㗎嘛，係啊，我都未好仔細咁樣睇翻我成個 run down，即係成個表演咁樣，所以都唔夠膽講話幾多分，都盡咗力㗎。去到倫敦開 show 嘅感覺點啊？係一個里程碑嚟嘅，自己嘅係咯，人生第一次自己一個巡迴演唱會係，亦都感恩有呢個機會，所以希望下次再有機會可以同倫敦嘅朋友見面。咁另外有個 fans 就好驚喜你揀咗夏日傾情嚟唱咯，點解有呢個選擇？點解？因為之前其實跑步嘅時候有聽過呢一首歌，跟住一直都好想唱呢一首歌，亦都好中意呢一首歌，係黎明前輩以前好出名嘅一首作品，所以就冇啊！我覺得大家聽完會開心就唱，我每一站都會有啲唔同嘅歌。